愈在地愈国际讲台语长时行，伫网络顶头呢有一个低影音平台合作学台语，创作者温玉桥甲台语比例词类创作了后变作是诗，佮配家己的声音，遂引起众人的关注。伊甲这个诗收集起来出版一本册，合作《日花闪逝》，无到1个月时间，已经卖3000多本啊！想要和你做伙，看春影，甲大家你做伙人仔识。最近你伫网络顶可能有看过即个台语的低雅音，声音真温柔，小解台语的方式也真特别。看热天的雨花，看东京的霜雪，就安尼行落，行落。创作者就是伊，也未满30岁的温玉桥。伊是一位心理师，求学背景和文学、台语拢无关系。台语是伊的母语，也知影讲台语伫历史上捌受过无公平的对待，所以决心家捡回来。伊就去现台语字典，伫字典内底看到台语的水有灵感，伊就家己写落来。我为一个叫做台字大书店的即个较早的书店来去拣一寡台语内底足水，毋过足罕有人知影的词，来家己写做，就是每一个词写一条诗安尼。因为想要家己发现呢，甲大家分享，就安尼温玉桥对2019年开始经营低雅音，经营到今已经第7档，已经有13万个买众。伊讲上困难的所在，就是爱思考安怎寄出台语的口仔，互听无台语的观众嘛愿意看伊的影片。台语社群足歹做的一件代志，就是出即个台语口仔嘛，就是咱叫出圈，就是你若是对台语文无兴趣的人，可能要接触。这个机会就会较少，我感觉应该就是爱尽量设定大家有兴趣的物件。譬如讲，我之前有分享就是巴拉，然后就是用这个 Michael 有一条歌叫 Beat It， 啊，这个影音的效果就袂歹。连音后浊音化的现象会让巴拉听起来像巴拉 ，Beat It 听起来像。现在温玉桥也家己伫咧网络顶创作的台语诗收做一本诗册，或者《日花闪逝》。专册有罗马拼音、华语和台文字，出版无到1个月时间，已经卖出3000多本，销量真好，互温玉桥料想袂到。伊感觉这对台文界来讲是一个好消息，代表不管是电影音或者是文字创作，拢会当伫咧无同的舞台，互大家看见台语的水。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